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3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美国联准会搁再升息1码，一年升19码。台湾央行也宣布，要搁再升息半码，定打现率来到1.875%。教育部规划，但年拢会发500块的青春同住券，给16岁到22岁少年人，是因为这个族群这运动参与数量比较较低。汤有冰镇的定兴里传出有人禽走出来，已经出现12天，里长甲兽医要去甲抓，拢抓无到，互伊搁再走去。台湾的邦交出现危机，洪都拉斯外交部长带团去到中国讨论建交的事项，而且风声讲，会趁总统蔡英文出访的时阵宣布甲中国建交。咱的外交部表示，洪都拉斯拢无看重台湾对因的援助，严重伤害到政府甲人民的感情，宣布随家驻洪都拉斯大使调回，表达强烈不满，而且佫逼出讲，这洪都拉斯唔来甲台湾讨美金24亿，另外一方面佫在向中国提案。坚持派遣外长赴中国洽商建交，严重伤害我政府与人民感情的举措，我政府决定立刻召回驻洪大使，以表达我方强烈不满。外交部叮当宣布调回驻洪都拉斯大使，就是为抗议洪都拉斯派外交部长雷希纳率领特使团到中国参详建交，无顾台湾的援助甲善意，严重伤害政府甲人民感情。佮传出中国可能选伫蔡总统29出访的时阵宣布甲中国建交。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状况拢掌握。如果在过程里面被断交，那会涉及到就是你蔡总统在飞机上还是在国外要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沙盘推。在红棒期即马感觉平点传出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一前日就向中国提出60亿美金提案，当上病院水坝者名义对台湾要求超过24亿美金金援，不过各推迟协商，明显是算两面手法。不过韩国外长讲，这是通过谈判达成的再降注机制，无承认对台湾大口函。关于这一方面事实终于会厘清的。那有关于韩国的状况，中国介入的痕迹非常的明显。交通部强调，双方的沟通甲对话拢文书记录应证明，强调绝对袂甲中国比三人出的钱较济。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个传出要计划去中国访问，虽然韩国无证实，不过路透社指出已经是决定最近对宣布。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中国将有可能会发动武力侵略，美国和菲律宾等咧加强部署。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表示，允准美军搁再进驻菲律宾另外4个基地，等后这确定了后就来宣布。其中有2大是咧挖进台湾的卢宋岛北部。另外，美国呢为着要强化挺台湾的力头，将其以404票赞成7票反对，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要定期检视对台湾的往来准则，确保对台美关系有强化甲深化帮助。美国关心台海情势，美国众议院23以104票赞成，就7票反对，压倒性票数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定期检视对台交往准则，确保强化台美双边关系，搁寻求废除美台交往自我限制机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听证会当中也认同 CIA 局长伯恩斯提出，中共自控制7年有反台能力评估。FMF is one tool. We appreciate the authority. We also appreciate the drawdown authority, which we're looking at. But we have looked at how we can be most effective in supporting Taiwan in its defense. 布林肯也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加强军购，强调家己是签署上一件对台军售案的国务卿。国民过去10年来，通知国会对台军售总额将近400亿美金。美方伫印太区域甲中国维持战略竞争，不止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也甲菲律宾要签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美国总统小马克思表态，允准美军伫5个基地，搁增加4个军事基地，包含3苗里属省、巴拉望省，尤其伊莎贝拉省甲卡加延省，这2个就伫台湾的卢宋岛北平。I am aware that the emerging threat to our territory and our emphasis on addressing this threat requires adjustment in our strategy. 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警惕，避免被美果执利用。针对菲律宾调整战略，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扩大部署，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爱地区国家保持警戒，避免予美国利用靠住人质。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联准会就亲像市场所预测共款，搁再升息1%，甲联邦基准利率调到4.25%到4.5%之间。对去年3月到今，已经是升息19%。那咱台湾的央行也宣布要搁再升息半码，定打现率来到1.875%，这也是央行连续5季调升政策利率。美国联准会就市场预期起0.05%，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4.25%至4.5%之间。累计去年3月到今起4.75%，咱国中央银行也伫下晡宣布起利息1.25%，这也是去年3月以来5摆起利息累计升幅是0.75个百分点。央行中大现率1.875%，8年新高。相较跟美国的，就是说很急速的大幅的升息，那即使我们这一次升息，我总觉得我们的半码也还是温和啊，而且呢，我们是渐进式的，会让我们的金融机构呢，它的一个资产负债的一个调整呢，比较容易去调整。美国的这个级数跟我们的是不大一样的，即使没有完全的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也不能解读我们是放鹰。央行表示，疫后生活正常化5类服务继续抢悬，加上最近全球爆发禽流感疫情，推升国内食物类继续佮定价大起，所以上首今年 CPI 甲核心 CPI 年增率有测达 2.09%，继续关过2%的通膨警戒线，另外也下修2023年经济成长有测达 2.21%。输入性通膨啊，已经是慢慢下来了。娱乐消费，这样现在是松绑了以后呢？到国外去啦，到旅游啊这些啊，还有外食啊，服务类的价格易涨难跌，它的坚固性。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必要关注这个国内电价涨的外溢效果。杨金龙表示，到目前为止，咱的货币政策是适度紧缩，不过未来敢是继续紧缩，要看长年以来国内紧缩货币政策的累积效果，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动向的外溢效应，甲最近欧美部分银行危机事件的可能冲击，为这3个条件来评估对国内经济金融的影响，才来适时调整货币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等咧欠鸡卵，对这个月开始会对8个国家进口鸡卵，其中泰国是头一届出口鲜的鸡卵来到台湾，第一批有32.5粒，按算后礼拜就送到位。国内饲鸡协会表示讲，这鸡卵是真欠，支持赶紧进口。若准无食这计数是伤过乱，对业者对消费者拢是无好处的。泰国农业部官员甲业者拢碰到一半鸡卵，都徛伫货柜前，离为头一摆将鸡卵出口到台湾，留落纪念相片。这批鸡卵大约32.5万粒，价值150万泰铢，大约代表132万。以海运送，泰国媒体搁较早伫2礼拜前，都报道双方人员会面，确认进出口事宜。ไต้หวันอนุมัติให้นำเข้าไข่ไก่สดจากไทย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ถือว่าเป็นข่าวดีสำหรับเกษตรกรผู้เลี้ยงไก่ไข่ของไทยที่มีตลาดใหม่เพิ่มเติม台湾鸡卵供应真欠，颠倒予泰国看到新市场的机会，5万今年会当出口到台湾达到5000万粒。这批泰国鸡卵一粒产地计数是4块到台湾，也搁要计算运销加处理成本。也毋过农委会已经表示会吸收价差，伫通路平价来卖。另外，国内产业界表示无烦恼进口卵冲击本土计数，因为即马欠卵是早就欠到黑白化价。这个大就来报一寡，先较袂大概千啊2啊，无能现在咧化价农商嘛可怜啊，过条无能的嘛可怜，江苏啊，嘛是真无奈啊，你无安尼则无能啊，买无能啊。头一批泰国鸡卵有计海运需要60期间，也就是后礼拜到台湾。国内饲鸡业认为欠鸡卵恐惊比官方想的也搁较大。另外后礼拜敢是搁有调整2价拍算。有员表示需要开会讨论，也毋过指出乌市计数真乱，目前未付经营，想要取得卵就将计数化悬搁化悬。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延续这动资券的效果，教育部规划，但年拢会发500块的青春动资券，予16岁到22岁少年人，会有165万人，大概3000间的运动产业受到抵引。不过，民众也在质疑讲，这动资券为什么锁定这青年族群呢？教育部回应讲，因为经费有限，而且发现讲，这高中生、大学生运动参与拢较低，才会对这个族群开始推动。
上来的时候，你的足弓的位置，好，重心会放在这个地方。去健身房做亚球类运动，唔但锻炼身材，也达到运动效果。为了培养青年养成长期运动好习惯，教育部体育署规划针对青年族群常态发放500块青春动主馆，蛮符合年轻人的，因为现在年轻人不都会看球赛那些嘛。我是觉得可以促进消费，还不错。我还是会比较想要去看球赛，有就好了，不会嫌太少或太多。对500块的运动安保，真侪大学生乐观其成。看明体育署的青春动主馆规划方案，主要以16至22岁民众为主，当年会常态性发放每人500块，领用的时间有计为6月开始到今年年底，会当用伫做运动还是看比赛，总计有165万人受益，只是外界好奇，安怎这摆的动主馆只锁定16至22岁青年？教育部回应依据体育署，伫以早的运动比赛参与情形报告发现，高中及大专院校学生的参与，拢比总平均数低。高中跟大专学年纪稍微也比较大哈，自主能力也比较强，比较高哈。同时呢，也可以独立来完成消费运动的一个消费哈。那这个阶段的运动习惯的养成，对于成年之后的身心健康、学业成就以及社交能力都有很大的注意。看好这次的业绩成长应该会有2成左右，当然也希望政府的配套可以更完整，推动全民运动为概念，给予全民层的补助。唔忙透过政府带头民间增加措施，带动青年族群的消费运动习惯。只是提倡运动应该无分年纪，也互无领到冠的民众，难免会感觉比重不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的冰店顶行李传出有人禽出现，人禽就是狒狒，而且已经有12天咯。这里长和消防队还有绿福村的兽医要去甲抓，拢抓袂到，佮互伊逃走去。林务局表示讲，全台湾只有台北市立动物园、绿福村还有寿山动物园有登记人禽。那准互这人禽逃走出来，这个动物园会互弹发。新竹县政府下晡甲林务局的人员也去到绿福村稽查，动物园列出上界新的数量，还有防护网。证明这人禽唔是对因家逃走出去。动作溜达溜者的过，东非狒狒出现伫面体果园。桃园市平镇区定行里长黄志杰加10外个消防相助队，甲绿福村兽医来围捕，暗过狒狒实在是伤过巧，拢闪开。就是树上有狒狒，然后因为可能它叫的声音吓到那个狒狒吧，然后结果那个狒狒后来就吓到就跑掉了，直接做麻醉。那其实诱捕没办法，因为它速度实在太快了，我们根本追不上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带网子啊什么过去以后，其实没有用。里长讲，查找道理来工厂打出公告，上下班爱注意大猩猩，显示狒狒至少伫个日内已经带12天，目前也在逃。路径、捌道甲新屋技术过等来平定，后民众发现。农业局表示，桃园无人登记饲狒狒。所以可能是由其他的边界县市有人放杀，或者是外界导致外，也呼吁民众爱主动通报。本府农业局在接获通报的第一时间，就派遣我们林务科的动保人员跟我们动物防疫处的防疫人员前往进行捕捉。由风社是为绿福村动物园逃出来，绿福村后人表示是因为有经验，愿意配合围捕。也公布狒狒展场有高围墙，宽度超过4公尺，要地面电网加高层电网，逐工做电网检测，动物数量清点。我们现在身处于狒狒区，然后旁边的话，其实我们在进出的时候，这边都有电网。那不管是左右两边，甚至地上的部分，我们都有安置电网。新竹县副治3甲林务局人员去绿福村检查是毋是有设施损毁甲疏失。根据林务局统计，全台有登记饲狒狒有台北市立动物园、绿福村、寿山动物园。根据野保法规定，若碰见都要家己或者是报请当地主管机关协助围捕。若违规严罚新台币1到5万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只逃走出来人禽，经过专家判断，应该是东非人禽。这动物园也讲，东非人禽呢是啥物物件拢会食，袂主动去攻击人。不过，若是徛了伤过晚，这就无一定咯。民众若准看到上无爱20公尺以上，而且也莫介绍对象，避免误会讲你要甲伊攻击。台北市立动物园内底狒狒咧食高丽菜，看到猎鹰镜头，先是好奇咧看，然后就走开。桃园出现逃走的狒狒，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为影像看，应该是东非狒狒，平常时伫咧路边行，暗过也真够爬树啊。
东非狒狒的习性呢，它们平常大部分时间是在地面活动，那就是以四肢在地上活动为主。但是它们遇到一些，譬如说危险，或者是它有一些食物的诱因，它有可能会往树上爬。动物园资料显示，东非狒狒身高60到70公分，体重17到29公斤。原始生产地是森林甲海防草埔，17种动物，平均年活25到30岁。宾果丹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副教授苏秀慧分析，虽然东非狒狒是杂食性，不过也食通化较济，无算是会主动攻击人类，不过就惊互人吃过，惯是向人讨物件食，也无排除是因为想要讨物件食接近人类。进到人为的环境去找吃的东西，那这样子当然就比较有机会跟大家在比较近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出现。它在一些状况之下，很可能它的反应不是回避人，而可能是去产生那个就是反击的这种动作。那这个时候可能人就会陷入比较危险的状况。常常听到动物逃走的代志，台北市立动物园伫2017年乌猩猩沙里，逃到展场外口，隔玻璃甲展场内底其他猩猩互动，尤其是惊甲叽叽叫。若拄到逃走动物，专家提醒千万唔通饲物件，则比近距离接触有危险，会避免看因的目睭，互因叫是有攻击性，尽量有距离，赶紧通报动物机关。记者综合报道。国军联合作战计划演练进入到第4天，国军伫桃园的德维亚渔港，也有宜兰头城进行海捕反击作战。全台湾有14搭是解放军有可能会上岸的红色沙堡。这国军模拟解放军要上岸，派出到这鹰虎战车，也有这分靶驾车演练这城镇战争，而且也甲战场救护车辆野战抢修列入去即开演练。接到命令 ，AAV7 2车突击车为定陆南出发，一路为桃园德惠渔港一冲划边，要准备抢滩定陆。国军党演武想要组织3台 AAV7 定陆，挑战官兵扮演德军进化，上风顶开交会。敌军突破海华防线了后，伫讲桃园国际机场，想要夺取高设立前线作战据点。陆军584旅担任守备部队，用火箭车、分靶战车导致城镇战。敌军片甲航啊，用火力压制，不止南极战场救护科学官兵应变能力，各无机分靶战车面临战损抢修，新片车也到现场发声。我们的先遣部队已被我军歼灭，而你们的后援补给也被我军所截断。专家指出，共军若突破德惠渔港，夺取桃园机场，有更加侪兵力当中武器到台湾，入侵台北进行中处。要如何能够阻止攻击军？第一，在发动2栖登陆突击要能够在滩岸截击成功。第二，如果万一攻击军登陆成功的话，由于桃园机场离竹围的海滩大概只有4公里不到的直线距离，必须要依靠地面部队以及呢利用这个反抓甲还有这个野战防空的这样一个单元，在周边进行部署，对于攻击军进行这样一个伏击。同一时间，宜兰头城海埔也演练反击作战，部队甲9条人员伫路口围堵防止共军定陆，出动2架战车压制，也模拟头城海南站抢帮线路登去捣毁国军结合全民总力，守护关键基础设施。记者综合报道。警方昨伫塘沽山掠到一个细路的查甫人涉嫌改造枪机，也发现到亲像国军伫咧使用的武器。追查了后，认为讲这是对家己身份入来的。不过国防部强调，国军的枪并无拍无去。这警方也表示讲，经过鉴定了后，初步认定是应该是讲做甲真亲像的枪，不过这不是军中的武器。原件执行稍后，日伫桃园市鼓山一位非法兵工厂查到真侪支改造枪械，当场佫超出好亲像各族军用步枪 T65K2， 佫大批枪支遮军火，敢讲国军的武器又佫外流啊咧。已经要求各单位运用组织分层负责，由各级主管亲自清点，会同监察人员来检验，那么落实整个清点作业。预计在3月25号。会完成常备部队的清点，5月31号之前会完成全军的清点。为枪械事号追查，好亲像是家己身份入的。不过军方全面清点了后，国防部是讲 T65K2 拢还佫伫哩，看起来专案疑点是真侪。外界是这支枪是为倒来的？
面册专业的文章有网友讲，这是伊真侪年前设计的玩具枪，因为制作的时阵有缺陷，所以一个都看得出来。是我们是尽量做到跟真枪一样，那个消费者才会买单的。但是它上面有一个就是军方有个厂徽，我们没有，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跟军方没有关系。是不能激发，而且是非我们国军所产制的这个国造的一个步枪，那个枪管虽然是有通，但是不能激发。那国军也在做一个清点，那初步鉴识人员认为这一把枪是操作枪。专案引起真侪关心，到底是混唔对去，还是各族军品又搁拍无去？经过通市警局鉴识科的检验，认定这支枪是模拟枪，并不是制式枪械，暗过是唔是属有军品，也由台军方比对做确认。记者综合报道。伫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上北的苗栗路段，今早起9点外传出火烧车意外，有一台载工业酒精的重工仔车并车，这工业酒精流出来引起火灾。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灭火泡来甲拍火，这火势到中昼了后才控制落来。这46岁驾驶随风送去急救，也因为规身躯骨肉的所在骨折，送病院了后犹原救不回来。造车变道伫车道中央，冲浪的力度真大，道路中央的护栏也风浪歪，现场导起大火，消防人员伫现场继续降温。23早起9点外，一台造车经过台的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上北111.2公里的所在发生并车意外，因为车头到主体分离，载上的工业用酒精甲酸化射。随即就火烧起来，火势也扩散到边仔的狗仔甲农田，也因为甲酸是介烧的物件，消防人员以泡压制火势。甲醇易燃烧的使用2件泡沫有没有？要是火势，然后等火势熄灭之后，我们现在就正在传火处理中。46岁姓张造车驾驶弄到了后，方赶紧送上救护车，规身躯有几个所在骨头支气送医不治。为了避免影响往来车辆，这边快速道路双向把全线封起来到23中道。火势得到控制了后，才陆续开放，车阵要达3.4公里。请用路人北上时，在白沙屯匝道下后改道行驶台一线北上续行；南下时，在后龙匝道下。因为甲醇属于高危险性物质，消防局赶紧刷走存放，避免外流，搁引起灾害。那这后关警方也爱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40多岁小姐伫咧台北南港区一间国泰银行领500万了后，佮走去内湖区仁爱路一间第一银行领195万。当被坐车离开时阵，说互4个查甫人挡掉的抓咸姜仔水，甲这500万现金抢走。警方用车牌录人1点钟后，伫新北市的双溪掠到4名嫌犯，这犯案动机目前还佫伫咧调查。黑色轿车临时停伫银行外口。几名查甫人落车，撞向头前白色汽车，向阳拍开车门，车内现金500几万，关咧规定人赶紧走转去车内，驶上国道旋流去。收身啊！民警接到报案，调阅车牌追查，开点外钟，伫新北市上溪台2边19公里处掠到4个嫌犯，边仔有警察抓枪戒备。他在上车的过程当中被用辣椒水袭击，然后抢走了其中的500万。当头白日公然抢劫，23下昼3点外，40外姓车的查某人，伫台北市南港国泰银行领500万块，刷落过来内湖仁爱路第一银行领195万，领煞当要坐车离开，4个查甫人就走来家厝乱浇水，佮抢夺伊的现金了后溜选去。其中的关系我们正在厘清当中，因为现在犯嫌也在，我们在把他移往我们分局来做侦办。是随机抢劫。也是事先计划，敢是乌食乌？另外，姓车的查某人一群领要700万，是为着什么用途？这4个嫌犯已经被警方抓到，犯案动机会使好来查分明。记者综合报道。
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 TikTok 抖音执行长周受主23会伫咧美国众议院的这个能源开商业委员会就应用程式的数据安全、隐私权维护，也有甲中国政府牵连等等的问题进行听证。伫咧进前呢 ，TikTok 也开大钱伫华府做公关，支持到一件 TikTok 的网称，也有3位民主党议员被判情形之下，伫咧国会山庄举行支持 TikTok 的记者会。各界关心的 TikTok 执行长华府听证会举行的真正，3位民主党众议员保曼、普肯、加西亚，含一阵 TikTok 网称，伫华府国会山庄前召开记者会，呼吁制定范围扩快隐私法律，列为所有大型社群媒体公司，唔是干那针对 TikTok。Our First Amendment gives us the right to speak freely and to communicate freely. And TikTok as a platform has created a community and a space for free speech for 150 million Americans and counting. That includes many of the content. That's right. 我们后壁这阵手提保留 TikTok slogan 的网称，有做胖师傅、升学资讯业者、社会工作者、手工业师傅，口数拢有上百万的粉丝。若是 TikTok 和拜登政府用禁用外国科技法案彻底封杀。真侪人会出来，随时就爱吊顶。TikTok has done much more than just give me exposure. It has actually allowed me to increase my income by 700%, and this extra income has allowed me to support myself, build a studio, and pay staff. And then this platform is taken away, then I'm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continue to do that. 40岁周受主出身新加坡，有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 MBA 学位。2002年5月出任 TikTok 执行长。伊伫2月发表一段影片，展现7000个员工伫美国的力量。Today, I'm super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more than 150 million Americans are on TikTok. That's almost half of the U.S. coming to TikTok to connect, to create, to share, to learn, or just to have some fun. This includes 5 million businesses that use TikTok to reach their customers, and the majority of these are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es. 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法国政府顶礼拜引用宪法强制通过退休改革法案，针对法国总统马克宏无信任案也是无通过。马克宏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阵强调，希望年底进前呢会当进行退休改革，就算是失去民心，伊认为讲这是应该爱做代志。另外讲到黎巴嫩因为因的经济恶化造成退休金求水，有几多百名安全部队的退休成员上街头示威抗议。法国政府顶礼拜动议宪法第49.3条，无经过国民议会表决就强行通过退休金改革法案，引起全国各地民众几多天来抗议。法国总统马克宏闪过2遍无信任投票了，第一遍出面接受电视台访问，讲伊也无希望推动这项改革，因过已经无其他办法会当互各国收支平衡。Donc oui, il n'y a pas 36 solutions si on veut que le régime soit équilibré. Il ne l'est plus. Et plus on va attendre, plus il se dégradera. Donc cette réforme, elle est nécessaire. Et je le dis aux Français, ça ne me fait pas plaisir, j'aurais voulu ne pas la faire, mais c'est pour ça aussi que j'ai pris l'engagement de la faire devant vous par le sens des responsabilités. 马克宏讲，有期要伫咧年底进行实施，抑佫讲，若是因此失去人心，也愿意接受。不过，全国各地示威行动，佮加上对邮库、公共运输、甲本所成员等造成冲击的轮流罢工。造成马克宏政府面临着4年前黄假运动以来上严重的挑战。目前已经有几多个工会宣布，23将会再一遍发动全国性罢工甲示威。反对党议员也批评马克宏是观察伫咧拍火。C'est un pyromane absolu. Il met le feu à ce pays, il pousse les gens dans le retranchement, il crée la colère. Il est celui qui maintenant nourrit le feu dont demain il viendra nous dire qu'il est dangereux et qu'il est l'ordre face au chaos. Mais c'est lui qui crée le chaos. C'est ça le problème, c'est qu'il est devenu. 示威民众爬过墙尾啊，想要撞入去黎巴嫩总理办公室，和安全部队发射催泪弹赶走。其实因是退役的安全部队的成员，因为经济状况恶化，货币一直跌，造成因的退休金变少，所以因上街头示威，要求政府提悬退休金。ما أنا عم نشهد على إصابة حرب لي شرف، هيدا وسام بحمله على صدري، بس بعد الطبقة الفاسدة يلي سرقوا البلد
حرامية البلد يلي نحن دفعنا الغالي والنفيس هول دعانا يكونوا هون، هول مكانهم تحت الأرض على المشانق، مزبلة التاريخ، مزبلة التاريخ هول.聯合國講，黎巴嫩嘅經濟崩盤已經讓大部分嘅人口生活困難。世界銀行甚至將黎巴嫩描述做在近代全球歷史上上嚴重嘅經濟崩潰之一。公司新聞張偉林報道。中國甲羅西亞都結束會談，想未到這羅西亞閣再發動攻擊啊！目前尚無有8個人死亡。這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昨日去到巴赫姆特戰地附近鼓勵軍隊。另外，挪威提供8台德國製造戰車也已經送到基輔啊。俄羅斯的飛彈射到扎波羅熱這棟電梯，有一個查甫人頭腦毀，附近的厝邊攏驚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人都走。俄羅斯隨對烏克蘭發動新一波的攻勢，首都基輔周邊一個扎波羅熱有人傷亡。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譴責各國對平民的攻擊，袂輸敢若禽獸共款。在咧訪視東部前線巴赫姆特鎮附近的軍事陣地，烏克蘭軍隊在這抵抗俄軍已經7個月幾啊。澤倫斯基去年12月已經來過一遍，這邊是向前線官兵表達因保衛國家的誠意，也去邊內面看受傷的士兵。根據總統辦公室發的影片，澤倫斯基在咧會場的半路，在一個加油站小可停落來，買咖啡，加士兵做陣翕相。Не відчував би цього вже зараз. Усі вже це розуміють, і кожен російський вбивця повинен розуміти. 烏克蘭的情報部門日講，烏克蘭軍隊在咧巴赫姆特西部的反攻，已經讓通攻這個城市主要供應路線壓力小可較小透。俄軍在咧這個攻擊優勢是慢慢在咧消失。就在烏克蘭繼續抵抗的時陣，挪威軍援的8台德國製造的巴黎坦克已經運到基輔。這是挪威在咧1月底時陣所答應的，也是根據烏克蘭所提出的需求。北約的盟友德國、波蘭、葡萄牙講將會提供烏克蘭總共48台巴黎坦克。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過去一直施行真嚴格禁止拍體規定，不過一個媽媽和醫生認定講，伊腹肚內面的囡仔若準出事時，無都活落來，去申請拍體作防拒絕。就安尼生，這囡仔佫愛踮佇伊腹肚內81天，才會當破腹生產。這款的情形，和相關的人士還佫機構了解了後，認為國家涉嫌侵犯人權和虐待，已經向哥斯達黎加的美洲人權法院提告。直至開庭審理的時陣，真濟民眾佇遮組織，要求要有一個公平正義的對待。美洲人權法院外口放了8張真大旗仔，面頂畫的人就是受害的薩爾瓦多婦女比亞特里斯。因為車禍已經過身的比亞特里斯有自體免疫性的疾病紅斑狼瘡。伊伫2013年20歲時陣，因為有心，互醫生判定囡仔有嚴重的問題，無法度活落來，建議伊提掉。伊就向法律機構申請，希望允准伊提囡仔，煞互薩爾瓦多憲法法院駁回，必須繼續互囡仔滿81天才破腹生囝。嚴格囡仔出事無到5點鐘就死亡。人權組織政治甲國際法中心認為，薩國政府涉嫌侵犯人權甲虐待，甲受害者做伙向哥斯達黎加的美洲人權法院提告，一直到這個月2日才頭一個開庭審理。Nos llena de mucha satisfacción, de mucha alegría, la esperanza de que ella pues obtenga la justicia que en El Salvador no pudo encontrar. Entonces esperamos pues que aquí la encontremos. 中美洲薩爾瓦多為1998年開始就實施嚴格的禁止提囡仔規定，不管有心對媽媽有性命危險，也是受到申請亂倫有性攏袂使。對於提囡仔的婦女甲協助的人，會處8項徒刑，上嚴重有可能會用加重殺人罪論刑，上懸有可能會判最加50天。Fue violatorio de los derechos a la vida de Beatriz, del derecho a la integridad personal y del derecho a la salud. También fue una forma de tortura. Además, ella trató de tener acceso a los mecanismos de justicia en el país y esos recursos resultaron inefectivos, además de que no se cumplieron las garantías judiciales y también se violó su derecho a la vida privada y familiar.
比亚特利斯伫提告了后，伫2017年车祸过身，暂时已经正做对抗萨尔瓦多不准提囡仔的代表人物。抗议民众摕着有争取性别平等的紫色色水的物件，组织伫法院大楼外口看胜利的直播画面，嘛认为这个案件有可能改变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女性的未来。这个有指标性的案件，如果会伫今年年底进前做出最后的判决。公司新闻台是董秉益。方面接近明仔载开始呢，这中部以北的开始落雨，拜六礼拜东北季风变强，华南分雨系向东线，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若讲到这真久无落雨的南部，若准有雨水，就有机会小可来改善这可看情形。日头正险，台北市科教馆早起11点的温度有到摄氏33.3度。阳光自拜五开始，微弱方面通过了，中部以北会开始变天。温度会降5度，也阁会落雨。自拜六开始，东北季风连续来报道，同时华南的混合系向东平线，可能全台湾拢会落雨。马祖周四、周五可能有一些雷雨的几率，但是到了周六、周日的话，其实各地都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可能。气象专家分析，目前综合欧洲的模式，会当看到礼拜开始，全台湾是规片红光光。落雨区将会自北部一直向南平，差不多包括规个台湾。南部地区也可能伫个礼拜到后礼拜日有第一波的降雨，所以伫个3月底，也阁有机会有第2波的春雨来，小可消透南部欠水的情形。30甲3月开始水气阁刷入来，所以高雄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有雨。4月初即天是台中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有一寡所在会落雨啦。后礼拜2、2八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北部加东北部的温度会小可回升，中部以南将会转做好天。专家提醒讲，虽然伫这个有2波的春雨，不过4月到5月中，大环境来看也是不利降雨，提醒大家也是要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天气一直无落雨，生态甲生活拢受到影响。亲像南投的桃美社区的花金菇比英国更加慢出现，这可能是水内面的食食减少去啊。另外，高雄的水情灯号转做是柑仔色灯号，也开始施行减量送水。文化厂的这个游泳池就宣布开放时段要来减对半开始升水啊。另外，伫新德县的这个大鹿林道，这个今仔日呢是发生火灾，大扫阁无水，火烧线是真歹处理。春分拄过，天气渐渐温暖。中部地名像花金菇景点南投县桃美社区，以早3月下旬花金菇就会出现，不过今年高档也未看影。桃美休闲农业区推展协会营副董事长廖永坤掠算，因为可看无落雨，食水中类类的花金菇幼虫的食物变少，影响规个族群的成长，有计会延迟大约1礼拜才会出现。因为今年鱼特别的少，拢无落雨，萤火虫它也是要有水才能够生活啦，尤其是它的幼虫里面一寡在食的物件拢伫水底内底较济，而且今年就较少。天文落雨也影响水情，高雄水情灯号会为3月30起转为柑仔色灯实施减量供水。环保局4座文化场游泳馆，逐工开放场次会由4个时段减做2个，有个逐工会当升43档水。把第1场次跟第4场次的时间的那个场次取消掉，那我们只开放第2场次跟第3场。高雄市的86吨每天86吨的一个游泳池的供水量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减少到1半哈。真久无落雨，也予山林大火，抢救无简单。新竹县五方乡大鹿林道23.5公里的所在，23中昼发生火警，远远的所在当咱看到乌烟直冲天顶，小面积大约2公顷，空勤总队直升机为高空吊挂水地拍火。消防员伫地面下水，陆空同时抢救，希望减少炭烧范围。大火原因敢是甲山区久无落雨有关系？消防局也爱进一步调查背后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97个本土病例，有40人死亡。对3月20日开始，这确诊准是中重症，才需要通报。一礼拜平均一天是增加109个本土病例。另外，针对囡仔指挥中心也要提醒，虽然疫情放零，不过这囡仔密死的情形犹原爱注意。注意这囡仔快筛阳性了后6礼拜内身体状况。另外，这礼拜也增加2个囡仔密死的个案，拢是无注过疫苗的。
新冠肺炎20开始改做中重症，才需要通报确诊。这礼拜平均每天109例本土确诊病例，另外这礼拜也新增加2例儿童MIS-C个案，拢无注过疫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醒，囡仔若新冠肺炎体检阳性，要注意所落来的身体状况变化。检验新冠阳性之后，通常可能在6周以内会出现这个 MIS-C 相关的症状。这6大症状就是腹痛、腹泻、呕吐。以及皮肤出疹、眼睛充血跟头晕。新冠的疫苗除了可以防范染疫，儿童跟青少年部分呢，可以降低90%以上 MIS-C 的发生率。指挥中心推广的疫苗加1活动，到大计共有30万人左右来做疫苗，其中25000人是做基础剂。另外，指挥中心统计，20新增加的40个死亡个案当中，有一半无做过疫苗。外界关心确诊的数字一直在降，但是死亡数字并无明显对咧减少。指挥中心也提出说明，的确，它的这个下降的这个速度了哈，那是比较慢了一点，会再去检讨每一个个案哦，那它的这个相关的状况，未来对这一块的监测我们也没有停。指挥中心表示，未来会针对确诊通报的数量趋势、医疗资源使用状况、变异病毒监测等方面掌握疫情的方向。另外，所落来大众运输翠暗解封，估计清明假期结束了后，4月中就会检讨。记者郭文成、最优台北报道。今年9月底会有4位大法官任期到期，总统蔡英文成立大法官提名审查推荐小组，公开接受各界推荐。新文化基金会会推荐组织代表谢中庭，虽引起在野党的批评。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林亚文表示，不管是专业素养或者是人格特质，谢中庭拢符合互推荐的条件。大法官制度也无规定政治人物不应该互推荐，已经为每一个人拢是平等的。谢长廷回到台湾，你不知道？应该有还是没有？啊，有请假，有请假。司法院15个大法官内面有4个，因的任期到9月底满啦。新文化基金会会推荐驻日代表谢中庭来出任司法院的大法官，引起讨论。对驻日代表敢会换人，外交部长吴钊燮讲，目前无这种讨论。他的基金会这些就开始来提名他大法官，审件小组下个礼拜报名截止，他就这时候刚好回来，对不对？我那个没有相关的讯息，而且不是我的业务范围。所以驻日代表会不会换人？对，目前没有任何的这种思考。咱的司法院是设大法官15个，伊其中1个是院长，另外1个是副院长。总统提名经过立法院的同意来任命。大法官的任期是8年，无分届次，一个去算，而且袂当连任。到29，大法官提名审检小组是公开接受各界推荐，还是自荐？审检合并都会当推荐，但是大法官的职权是独立的。谢中庭的身份嘛，互在野党骂讲是派系的分公饼。那我想，政治人物如果不适合被推荐，应该当初在这个国家几十年的这个大法官制度里面，就可以明文规定说，政治人物不应该被推荐。那如果没有这个明文规定的话，其实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林耀文强调讲，不管是专业的素养，还是人格，谢中庭拢正符合互提名出任司法院大法官的条件。根据了解，谢中庭会伫26个下晡参加伫台湾的新册发表会，讲日本送台湾疫苗的过程，到时日本人出任大法官的意愿就会正受到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17间幼稚园有400个囡仔23参加消防局所举办的囡仔消防趣味比赛，现场除了会当学到地动的应变能力，还有无机拍火体验、空中救锁等等的关卡，让囡仔学到正实用的消防知识。随时要记得补充水分哦。好，加油！锁啊白好势，一群仔囡仔就对顶头安全溜到下骹。大家唔难唔惊，佮感觉真趣味。很像从天上掉下来。那就刺激吗？佮有消防拍火、甲消防分推车体验，每一个囡仔拢真认真咧学。有的囡仔体验不了后，讲望以后要来做消防队员。想要当消防员。想当消防员为什么？因为可以救火，可以救别人。在这个活动很好啊，从小让他们就有消防的概念，然后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做防火。那如果有遇到的话，他们可以是怎么做措施这样。
庆祝儿童节，新德市消防局规划幼儿童趣味比赛，透过体验活动，让囡仔学消防知识。现场还有搜救狗的精彩表演，让孩子可以近距离接触到这些消防的哥哥姐姐们平常所做的工作内容，有刺激，也有比较平易近人，当然也有很危险的事情。那提醒大家，就是平常在日常生活可以帮我们多多留意。消防局表示，除了体验活动，也呼吁民众平常时用火爱注意，提升厝内安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即摆公园是愈来愈要求，而且爱有特色。来看台南高铁特定区有一座新的公园，除了有一般游乐设施以外，还有一种真特别的流沙啊，咱做伙来看卖。台湾这几年对公园的概念开始转向大家同乐的设计，希望会当兼接迄寡生做拢同款的罐头设施，该提供生活有变化、有设计的设施。即马伫台南规人高铁特区，也有新起一座公立乐公园，为囡仔打造出有特色、有挑战性的空间。那里面呢，除了咱看到吼，后边加是溜滑梯。那这个溜滑梯的特色，大家看就比较宽吼，其实也适合我们。5到12岁的小朋友来使用哈。那另外呢，比较热门的应该是滑手，滑手迄算除了囡仔以外，小可较侪岁大概12岁的左右的那个小朋友，其实也都可以使用哈。公园内除了有路楼啊、流沙，也有平衡木煤灰器等等，会当训练囡仔的平衡感、甲骹手的协调性，互囡仔伫公园内底自由探索。这原底其实是一个自风池，咱看这公园的四周拢树啊啦吼，这个也有一些森林的概念，把原来的树种都留下来。这座公立乐公园保留原地伫荒地的功能，佮兼顾休闲公园的设计，嘛保留原本就有的树丛，互大人囡仔伫遮耍有树骹通休困，未来也会当降低社区淹水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水上可德寺边啊，有一间菜堂，也就是善德堂，内面有台湾第一代菜画师傅陈玉峰所画壁画18罗汉。也因为善德堂的建筑是真旧啊，地方人士也烦恼讲，这寡壁画会受到损害，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来保护。壁道顶面一排一排壁画，拢是国宝级菜画师陈玉峰的作品。除了罕见的18罗汉，还有山水门神。地方人士讲，来看过学者拢表示，这物件拢真珍贵。目前吼，照遐教授来讲吼，伊讲伊捌看到讲从伊伫一个所在画甲这齐全，伊讲到底毋知啥讲，我有甲迄个教授讲，应该是阮遮起楼当时吼有甲按下了袂歹。嘉义县水上乡的菜场善德堂内底，阁看会到清朝的石碑，因为地动风台有真侪损害的所在，嘛大大影响到内底陈玉峰的壁画。地方人士希望相关单位赶紧处理，莫互文物着安尼害去。这吼会适合，因为吼，迄几档有地动你啦，地震吼，加减吼，有迄个伊个徛吼会了走，会适合啊。这是水上善德堂，嘛是咱地方咧讲的菜场吼。伊有伊的文化历史的意义，所以咱希望会当较紧甲伊保留落来。拜托咱相关单位会当较紧来甲伊修复，恢复咱古迹过去的风华。嘉义县文化局表示，针对善德堂的修复，文资局补助的经费已经落来，会先处理善后的问题，续来阁做调查研究甲紧急征收的计划。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讲到日本时代台湾本土艺术家黄土水，大家拢知影讲伊的作品真有名，叫做甘露水。不过伊阁有一寡特别的创作，国立台湾美术馆即届特别举办伊个人展览，要来绍介伊的一生。时间是对3月25一直到7月7。甘露水是台湾第一尊赤身女性雕像，这几当中见天日、世界展出，是日本时代艺术家黄土水上出名的作品。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传奇的这样的出土呢，所以呢，黄土水连同他的作品呢，至少包括黄土水的名字呢，大家就知道了。其实黄土水还有一个作品，亲像水球、群像等等。国立台湾美术馆团队用一冬的时间，对各地收藏者收集30几件的创作甲文献，呈现伊的心血。这嘛是对1995年国美馆举办黄土水个展要30冬来难得的大型个展。7点0讲，黄土水是台湾第一个进入
东京美术学校学西洋雕塑的人，世界入选地点，嘛甲台湾近代雕塑带入现代。那黄土水等于是揭开了我们台湾近代美术史的序幕。那它引领陈澄波、李梅树，它作为一个典范来引领这些前辈画家或雕塑家。谢振林表示，即届台湾土自由水、黄土水艺术生命的个画，特别针对伊参支持者的关系做展览，互外界更较认捌黄土水这个人，对3月25到7月初9，伫国立台湾美术馆来展出。记者电视台台北采报道。南部妹北部哥爱情超过千里河，中国有一间业者呢，为着要服务这远距离的情伴，就推出一种烧针的设备。这种设备会当模拟喙唇加手机 App 来配合，那准家己使用起来袂输是伫咧针你的情伴共款。究竟这物件是好用还是歹用？咱赶紧听因安怎讲。中国业者研发的这个设加3D 喙唇，不止用模拟伴侣喙唇的压力有温热的感觉，甚至用透过手机 App， 还能看对方面按下针。发明产品的条件普表示，伊的想法是来自中国伫新冠疫情期间，长时间放射会甲女朋友避避分隔，无法度进行人甲人的连接，就决定用这概念去创作伊伫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想要到作品一出来，就引起话题。今年1月开始量产公开来卖，卖260块人民票，差不多是1155块新台票，到即马已经卖出3000组。使用方法就是正如各提一台，开启视讯连接 App 了后，就引进入烧针的情景。然后这个装置还会有一定的发热的感觉。当然，唔是所有人拢能接受这种产品。路透社记者摕影片伫街路找人访问，发现大部分的男性表示肯定，女性是感觉无必要。我觉得没什么作用，而且买这种东西我觉得蛮变态的，根本不能解决什么异地，其实比还不如视频，每天跟对象视频还有用一点。就是这都很尴尬，亲什么都行啊，不一定非得亲这个东西吧？我觉着不搞笑，因为我比较开放，我觉得这种玩具很好。然后我也不觉得变态，因为这属于一个私人使用的物品，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发明的人表示，这个产品并无要取代人甲人的接触，单纯是降低交流的成本。真人感情交流是无法度取代的。有不少人认为，这个产品的使用顶悬有真大的中间地带，烦恼会被滥用。发明的人是同意有这种可能，要加强 App 监管。公司新闻张如平报道。明仔天气是好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